Hello， 歡迎大家嚟到最新一集文傑講波經轉會大神系列，已經嚟到第127集啦。曼城咧，我今朝睇到呢一單料咧，我自己都有啲愕然嘅，就係佢哋現年28歲嘅荷蘭國家隊中場球員連達斯啦離開球會，仲要唔係去翻歐洲主流聯賽，而係去沙特阿拉伯嗰度掘金。嗱，連達斯咧，佢舊年嘅時間咧，夏季嘅轉會窗啦，7000萬歐元，我記得應該係世界冠軍球會杯嗰陣時之前嘅嚇。從 AC 米蘭就加盟去到呢個曼城嘅，成個球季為曼城上陣咗50場嘅比賽。記得佢啱啱代表曼城上陣嘅時候咧，佢係攞到個絕對正選嘅位置嘅，而佢後上嘅攻門能力咧，令人哋可以暫時短暫地遺忘奇雲迪布尼離開嘅嗰個嘅損失。大家經常見到佢嘅最大強項咧，就係佢係一個好懂得把握時機後上攻門嘅球員嚟嘅。即係我覺得呢一啲咧係呢個球員好嘅特質啊，亦都有個持球向前推進嘅能力。成個球季咧入咗7個波，有8個助攻。作為一個中場球員嚟講，應該都可以叫合格啦。咁但係由於咧，你慢慢睇到喺個球季未去到季中嘅時間咧，哥迪奧拿咁已經係逐漸少利用佢噶啦。好啦，咁而家去到馬列斯卡啦，換咗個新嘅boss，又有冇啲轉機咧？咁結果佢係選擇離隊嘅。連達斯即係咁快一個球季就離開曼城都係幾令人詫異嘅。講翻連達斯今次轉投嘅球會咧，就係沙特阿拉伯嘅艾格迪亞斯啊。但係講翻成單轉會咧，笑到最後嗰個可能係 AC 米蘭。因為上價咧7000萬歐元賣俾呢個曼城啦，嗰個結構就係5600萬歐元就固定噶啦，另外有1400萬歐元就係嗰啲浮動條款嘅，即係嗰啲浮動條款未必咁容易達到嘅。換言之咧，如果賴達斯咧或者叫連達斯咧一直留喺呢一個嘅曼城嘅話咧，AC 米蘭想攞足嗰1400萬歐元嘅浮動條款咧攞足晒咧就唔係咁容易啦。但係原來喺個合約規條嗰度咧就有個咁樣規定嘅，即係話如果曼城喺2030年之前咧出售連達斯嘅話咧，AC 米蘭將會全數獲得1400萬歐元嗰個嘅浮動條款會攞足晒嘅，即係你咁快賣走佢咧，其實你即係益埋 AC 米蘭添。嗱，個人咁樣睇法啦，你而家補充咗安達臣啦，咁一個球員啦，咁你當佢叫做係頂咗洛迪個位啊。咁如果而家連達斯都走埋咧，嗱一下子你話簽摩洛哥嗰個保亞迪過嚟啦，唔知佢仲有冇咁嘅考量，就係話先簽過嚟就借翻俾法甲嘅利爾，如果攞埋嚟用，咁但係始終佢有質素。都唔係話一個咁有經驗嘅球員啦，所以補充多位具經驗嘅球員係必須嘅。所以我啱啱講到，既然保亞迪呢位摩洛哥中場咧都係欠缺經驗一啲嘅，咁換言之咧要補充球員呢個行動係要繼續嘅。嗱，最新咧又係呢兩晚睇出嚟嘅咧就係安素費南迪斯啦。咁啊較早時候咧，大家以為佢可能會轉投皇家馬德里啦，咁但係就冇咗件事噶啦，當然係。咁而家就係曼城想收購佢，嗱車路士要價咧就1.2億英鎊喎，咁啊比佢哋當年喺2022年世界盃之後簽入佢從賓菲加嗰個價值係更加高嘅。但安素費南迪斯咧年青當打啊，而家都只不過係25歲啫，出身於阿根廷嘅球會就河床啦。嗱講翻其實佢由呢個阿根廷去到呢個英超咧，嗰個前後時間半年左右嘅啫，因為佢都係2022年嘅夏天啦。咁啊，賓菲加都出重金喎，葡超嚟講出到4425萬嘅歐元咧，去收購呢個安素費南迪斯嘅，即係話佢喺南美洲嘅時候都已經係一個備受廣泛關注嘅球員啦。但係踢咗賓菲加半個球季啦，跟住就俾車路士就買走咗過去，梗係啦，已經成為咗世界盃冠軍啊嘛。咁結果就以1.2億嘅身價加盟車路士咧，直到24-25球季啦，咁佢嗰個嘅個人能力啦，可以話得到一個最大充分嘅爆發啦。前後各項賽事上陣55場咧，一共有9個入球，但係有18個助攻嘅。咁幫車路士攞咗歐協盃冠軍啦，亦都攞咗第一屆擴軍之後嘅世界冠軍球會盃嘅。嗱，而家咧佢同皇馬之間個關係應該就撇脫開噶啦，咁啊曼城咯，曼城想收購佢啦，咁我個人覺得咧呢個可能係曼城對於新教練馬列斯卡一份最大嘅禮物啦，因為過去大家車路士嗰度合作過噶嘛，教練同球員，咁相信佢手執住呢個安素費南迪斯過到嚟咧，佢會懂得佢嘅用途。嗱，呢一單料咧，首先係由阿根廷嗰邊嘅媒體記者所爆出嚟嘅，到底可唔可信咧？如果你話從各方面嘅蛛絲馬跡，我又覺得唔係話完全唔靠譜噶嚇。都有跡可尋嘅 ，OK， 但對於曼城嚟講啦，咁啊成個中場線係完全改組噶啦。但係霍馬利斯卡嚟講，佢又唔介意嘅，係咪先？佢本身都係新加盟嘅教練啦，就係咁睇啦。咁所以曼城嚟緊呢個球季個中場線嗰個
實力個表現咧真係好惹人關注嘅。但係我相信咧嚟緊禮拜日嘅社區盾啦，你就好難睇清楚曼城咧今個球季今後嘅中場實力嘅，因為未齊人啊嘛。好啦，另外一單嘅報道嚟自咧經常都係佢講呢單料嘅就係羅馬諾啦，咁就講呢個西班牙國家隊嘅前鋒球員喺世界盃嘅決賽咧一戰定江山嘅費蘭托利斯咧，亦都係前曼城嘅球員啦。咁佢宣告咧即將會加盟呢個巴黎聖日耳門㗎啦，又係嗰啲講法啦。個人條款已經達成咗個協議㗎啦。據報道咧，今次透露多啲咧，就話5000萬歐元嘅轉會費就從巴塞隆拿嗰方面咧就帶走佢嘅。咁啊睇下幾時正式官宣，可能節目出街就已經官宣。不過個問題冇咗利雲道夫斯基，冇埋呢個費蘭托利斯，而家巴塞隆拿前邊嘅攻擊線咧就比較多啲靈活快速嘅球員啦。哥頓嘅加盟啦，艾迪耶美嘅加盟咧，你加埋拉芬拿，加埋耶馬呢啲咁。不過嗰個正印嘅射手位喺邊度咧？本嚟如果佢哋有財力嘅話咧，就邀請呢個馬體會嘅艾華利斯過嚟就啱嘅，不過馬體會又唔肯放俾你啊，就算你有錢。咁喺個正前鋒嘅位置，巴塞係咪都要諗一諗呢？冇埋費蘭托利斯就係咁啦。雖然佢喺巴塞都唔係一個必然嘅正選啦。咁倒翻轉頭咁講，費蘭托利斯加盟咗去巴黎嘅話，佢相信都未必會咁快攞得到一個好穩定，好多分鐘上陣時間嘅空間㗎嚇，咁呢個要睇下安力基點樣運用佢啦。再跟住呢單料比較轉接一啲嘅，應該話咧係轉會定轉國籍啦嚇。巴西嗰方面啦嗱，咁巴西媒體透露就開始關注呢個森美爾恩拿斯奧呢位目前效力於多蒙特嘅意大利年青前鋒喎。咁但係佢已經咧係進入咗安察洛提嘅法眼啦。嗱，恩拿斯奧咧2008年先出世嘅，即係18歲嘅啫。咁佢亞特蘭大青訓體系成長，2024年就轉投多蒙特嘅。嗱，上個球季即係其實恩拿斯奧就完成咗佢喺德甲嘅地標戰，亦都係能夠攞得到個入球㗎啦。今年嘅5月份咧，佢就同多蒙特續約，但係續約去到2029年嘅啫。咁佢代表過意大利 U17 國家隊咧，參加過2025年嘅歐洲 U17 錦標賽攞冠軍嘅。咁佢自己攞到個金靴獎嘅，即係最佳射手啦。啱啱過嘅熱身賽咧，酋長杯啦，哇！多蒙特作客阿仙奴贏3-2，先開紀錄嘅就係呢位年青小將，現年18歲嘅恩拿斯奧啦。而且佢表現本身一個走位亦都相當之搶眼嘅。咁嗰場幫我睇過啦，不過你話熱身賽即係唔能夠完全作準啦。但係多蒙特前邊嘅球員啦，即係包括呢個恩拿斯奧啦，嗰個走動都真係幾靈活下嘅。嗱，就係因為咁咧，巴西足協諗住向佢出手啦。咁點解咧？因為呢個恩拿斯奧嘅爹哋咧，其實都係一位巴西球員嚟嘅。咁譯音名就叫皮亞或者叫碧亞咁樣嘅嚇。OK 嗱，而家根據咧意大利球壇嗰方面嘅專報道轉會消息嘅迪馬齊奧啦，嗰方面嘅資料來源就係話咧，巴西隊嘅球探咧即將會喺呢個禮拜6一場嘅熱身賽多蒙特對住羅馬嘅比賽入邊咧，再次考察呢個恩拿斯奧嘅。同埋亦都要考察韋斯利啦，即係羅馬嗰邊嘅巴西球員啦。嗱，恩拿斯奧啦，佢老豆係巴西人，就自然擁有巴西血統啦，即係佢可以具備代表巴西國家隊嘅可能性嘅。又亦都要再講一次啦，根據 FIFA 而家目前咧球員嗰個身份規則嘅條例咧，嗱，除非你喺 A 級嘅正式國家隊賽事。正式上陣超過滿3場咧，咁你就冇得去轉國籍㗎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一般非正式，只不過係啲國家隊嘅友誼賽咧，咁啊仍然係可以轉到國籍嘅。咁亦都要係21歲以下啦。嗱，如果巴西隊咧進一步落實到呢個決定咧，可能會喺9月份對住澳洲嘅一場嘅友誼賽入邊咧，就將佢召入去呢個森巴兵團嘅大軍。哇！安察洛提跟佢學下嘢，我又覺得唔錯喎。但係問題真係要睇下佢啦，佢想留翻意大利啊，因為始終喺個青訓嘅成長都喺意大利嗰度啊。睇下感情重要啲啊，定係個血統重要啲啦。咁但係恩拿斯奧啦，較早時候其實亦都被意大利國家隊咧係徵召過去踢一啲國家隊嘅友誼賽嘅。嗱，如果去翻意大利嗰邊啦，想徹底地封死咗佢嘅去路啊！即係就算自己唔起用都唔俾佢過檔巴西嘅話咧，咁而家佢係被標榜為又係嗰隻啦天才嘅前鋒球員啦，咁啊僅僅參加友誼賽唔足夠㗎，你一定要俾佢踢一啲正式國家隊嘅賽事，即係起碼好似去到歐國聯呢啲嘅級別。而家照咁睇咧，嗱文仙尼都係新上任嘅意大利國家隊主教練啦，咁啊睇下邊個出手快啲啦。咁而家咁樣睇個直覺，我覺得啊始終喺個成長嘅環境啦。嗰個感情培育會比較深厚啲，即係會代表意大利。不過喺意大利同埋喺巴西都好啦，
目前喺個進攻線嗰啲天分咧，比起我哋以往僆仔睇波個年代，似乎真係同嗰啲嘅時候比較，真係相差有一段距離啦。好啦，再跟住講一單嘅咧，就係中國球員啊，終於再次現身喺歐洲5大聯賽嘅消息，都值得講講嘅。咁呢位球員咧就叫魏長鑫嚇，魏長鑫。咁佢就係而家法甲嘅球會咧，上屆啱啱緊咧係護級成功嘅歐塞爾啦，入選去佢哋嘅大軍名單嘅。嗱，根據資料顯示就話，自從2022年啦，武磊離開西班牙呢個聯賽之後咧，係第一位出現喺歐洲5大聯賽嘅中國球員。嗱，其實咧雙方啦，球會同埋球員之間咧，舊年已經達成咗個協議嘅啦。不過礙於 FIFA 嗰個未成年啦，轉會規則個規矩咧，即係唔俾你正式上陣噶嘛。咁啊，所以直至魏長鑫咧年滿18歲咧，先至真係叫做搞掂咗呢個註冊嘅問題嘅。魏長鑫同歐塞爾會簽5年合約嘅，咁佢將會身披咧呢個49號嘅波衫嘅。好啦，咁喺呢個時候又要講講魏長鑫嘅一啲嘅背景資料啦。出生於足球之鄉啊，呢個廣東嘅梅州啊，嚟自呢間球會咧梅州五華嘅。咁啊8歲開始咧就已經喺梅州客家嗰度啦扎根於嗰個青訓嘅體系嘅，亦都不斷喺呢個青訓體系上面打磨啦、成長啦。嗱，個天賦特別俾人哋感興趣啊！年輕球員都係依兩範㗎啦，嗰個速度啦啊，同埋個人技術啦，以及係嗰個射門嘅終結能力。咁啊，年輕球員嚟講啫嚇，咁啊佢係一個前鋒球員嚟嘅。咁啊結果咧，佢呢啲突出嘅表現咧，就能夠成為同年齡層面嘅球員一堆入邊咧，係脫穎而出嘅。嗱，喺2025年嘅3月份，講緊都係舊年嘅年頭時間啫。未滿17歲嘅魏長鑫咧，就已經為梅州客家隊咧上陣啦。喺呢個中超嘅戰場嗰度，就成為咗第一位喺中國頂級聯賽亮相嘅2008年之後出生嘅球員嚟嘅。亦都喺2005年嘅4月份咧，就以17歲零42日嘅年紀咧，就能夠爭取到入球嘅，亦都成為咧喺中超嘅歷史上面咧年紀最第四輕嘅一個可以爭取到入球嘅球員。咁啊，講翻國家隊啦，中國 U17 嘅比賽嗰度啦，喺呢個亞洲杯嘅外圍賽咧上陣5場入咗4個波嘅。另外 U16 一個叫做和平杯嘅杯賽嗰度啦，咁咪攞得到冠軍啦。佢亦都攞得到嗰個賽事嘅 MVP 嘅，亦都被呢個英格蘭嘅媒體衛報啊就標榜佢為而家目前世界上面咧頭60位入邊最具天賦嘅年青新星入邊嘅唯一一個中國球員。嗱，仲有個牽引嘅關係嘅。目前歐塞爾嗰個球會嘅主席咧就係中國一位嘅商人，就叫周雲傑。咁啊，周雲傑先生可能係藉着於佢嘅關係啦，或者係能夠挖多啲具潛力嘅中國年青球員過去歐洲嘅聯賽效力啦，我覺得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即係學習下人哋嘅意識嚇、團隊意識嗰啲咧，可能係對於嗰個球技本身嘅打磨係更加重要。咁但係當然啦，法甲嘅聯賽係全個歐洲嚟講嘅最強調嗰個身體碰撞嘅。咁以魏長鑫，我睇佢啲相都唔係好大隻嘅啫。咁要真係多多努力啦嚇，咁啊祝佢有個好嘅發展咯。好啦，跟住落嚟今集嘅轉會大神會講一單嘅轉會故事嘅，就係講熱刺啦。嗱，熱刺大家知道佢哋最近咧即將會賣走呢個史賓斯啦，去國際米蘭同埋羅美路咧就去呢個馬德里體育會嘅。嗱，所講嘅就賣走咗呢兩位球員啦。對於今屆熱刺咧，我記得7月份做嘅轉會大神節目，當時咧就話佢哋而家個淨支出咧去到接近2億英鎊㗎，當時啫。咁賣走呢兩位嘅球員咧，毫無疑問前後你當嗰度加埋有7000萬英鎊左右嘅價值，咁都可以大大扭轉翻球會嗰個支出上邊嘅壓力啦，亦都可以攞翻一筆費用啦，繼續去揾佢哋想簽嘅球員。嗱，但係今集最想講咧就係熱刺嗰個轉會市場嘅策略咧，同以往利維年代又好唔同嘅啦。你話過去熱刺冇做過出色買賣咩？當然唔係啦。嗱，例如貝碧托夫茲轉頭去呢個嘅曼聯啦。咁摩迪力就去呢一個嘅皇家馬德里啦，巴爾咧亦都係去皇家馬德里咧，基爾獲加以當時嘅身價咁高，亦都係轉投咗去曼城啦，仲有哈利簡尼啦，已經係老將級別啦，都仲可以揸到拜仁慕尼黑牙痛咁聲，獲取一個好高嘅轉會費。嗱，呢個就係利維咧佢傾談合約嘅一個高超嘅手段啦。嗱，不過大家睇到以上我所講嘅名字，貝碧托夫、基爾獲加、摩迪力、巴爾、哈利簡尼等等呢啲球員，全部都係你傾得埋佢都重磅噶啦。但係個問題嚟啦，你成間球會個轉會運轉，你唔係淨係得呢一堆球員噶嘛？你有好多未必係最核心，未必係最絕對主力，但係又有一定表現嘅。你唔趁一個市場上面一個最高價值又有人睺嘅同時，你放走佢，
你收翻筆錢，再繼續運轉翻，再添嗰啲新嘅球員，咁樣呢個轉會市場咧，你就會搞到自己咧喺改善球隊個實力嚟講咧，其實反而係冇乜太大幫助嘅。記得2013年嗰個球季賣走巴爾啦，而家嗰度睇翻咧係接近1億歐元嘅，其實係8500萬英鎊嘅。咁跟住4年之後咧，獲加轉頭曼城咧，成為咗當時世界球壇上面最高身價嘅右後衛球員啦。咁跟住就再到哈利簡尼咧，剩翻1年嘅合約啦，熱刺咧。仍然係想標示要攞翻當日巴爾以上嘅嗰個轉會價錢嘅。想講嘅就係賣走咗巴爾係重磅啦。我哋記得當日熱刺一口氣換翻8個新球員入嚟啦，包括咗呢個蘇達道啦，當時嘅西班牙聯賽嘅神射手啦。結果過到嚟冇表現嘅，即係換走一個添入咗太過多嘅球員，好似就變咗咧有嚿錢就為買而買。咁當時佢哋個轉會嘅市場上面嘅運作的而且確唔算係太過精明嘅，就係因為咁啦，所以當日普捷天奴要求改善球隊個班底陣容啦，咁你唔係每一屆都能夠賣出啲重磅嘅球員噶嘛，唔係咁多嘅啫嘛，咁剩翻落嚟嗰啲有啲表現嘅，你又唔肯放喎，你係揸住個價位喎。咁結果就無人問津，去到最後呢啲球員咧，到你放嘅時候咧，就已經又唔係嗰個價值啦。即係熱刺往往就唔能夠喺球員最好嘅價值嘅時候咧，就將呢批人咧就賣走咗，去為自己爭取一個最大化嘅利益。咁呢個就由好有生機，就變成咗一池死水啦。譬如話2017年咧，曼聯就有意簽入呢個迪亞嘅。咁另外咧，車路士亦都同年啊，2017年就想出價5000萬英鎊收購邊個？丹尼路斯。丹尼路斯都俾5000萬英鎊你喎。你都不為所動喎，你以為丹尼路斯係可以去到8000萬？咁另外啦，摩連奴執教嘅曼聯咧，亦都係釘上咗呢個艾達韋列達呢位比利時嘅國家隊嘅中堅球員嘅。2019年啦，咁盧卡斯摩拉喺歐冠嘅4強上面咧，對住阿迪斯嗰個嘅，哇咁風馳電掣嘅表現啦，拿波里亦都想簽佢嘅。但係你熱刺又唔肯放人住喎，都唔好再講啦。如果你當年能夠喺最高價位放走咗迪尼亞里啦，又或者係艾力神啦呢位丹麥國家隊嘅中場球員啦，你應該係可以爭取到一個更加高嘅轉會費。但係呢啲嘅球員啦，唔係最重磅啦，但係又賣得起錢咧，一俾熱刺自己錯過咗嘅。咁都有例外嘅，例如2019年轉頭去馬體會嘅英格蘭後防球員查比亞啦，咁佢當年就應該係基本嘅轉會費2000萬英鎊嘅啫，咁叫做係嗰個位鬆一鬆手嘅，真係。但係呢啲情況係好少見嘅，咁造就咗啦一批嘅球員咧，例如基爾獲加啦、哈利簡尼之外咧，大部分都係去到呢個合約到期啦，零身價你放走佢哋啦，丹尼路斯啊、盧卡斯摩拉啦，係自由身咁樣放走嘅。大亞咧都係先租後借正式轉會，但係個轉會費都已經係好低嘅啦。另外咧，迪尼亞里咧，甚至乎係踢到冇咗影嘅添，即係你早啲放走佢咧，你同佢踢到後期佢嘅遭遇咧，你嗰度我諗係可以計得到落嚟，起碼冇咗6-7千萬英鎊，我相信係起碼。咁另外啦，阿達韋列達啦，跟住轉頭再係卡塔爾嘅聯賽啦，艾力神亦都係合約僅剩翻半年嘅時間啦，就低價過去國際米蘭，咁種種呢啲嘅交易咧，大批嘅球員咧，其實你講緊嗰度可以係幾億英鎊咯喎，總體納埋，咁呢個就係熱刺喺轉會市場上面唔夠英明啦。嗱，即係咁樣講呢個故事嘅原因咧，就倒翻轉頭咧，熱刺今個球季你話放走史賓斯同埋羅美路咧，如果過去咧佢哋可能係利維仲喺度嘅話咧，仍然死咬住噶。史賓斯啊，哇，世界盃國腳喎，咩4000萬歐元？4000萬英鎊都唔得啦，可能佢要到斬到你6000萬英鎊嘅，咁就好難賣得出啦。另外羅美奧啦，而家佢所謂嗰個解約金都係5500萬英鎊啫，我當你過到馬體會5000萬英鎊可以成交啦。如果利維喺度嘅話，又攞嚟可能8000萬噶啦，即係你就係永遠都棘住呢啲位，但係到真係你想放呢個球員啦。覺得呢個球員走下波嘅時候，可能你3000萬都冇人要。另外啦，其實呢一個嘅轉會嘅手段操作啦，喺今年嘅1月份咧，班蘭莊信之過檔去到水晶宮咧，就已經係令到當時嘅球迷好詫異，點解會賣走嘅？即係好似史賓斯同埋羅美路咧，都冇乜熱刺球迷估計得到佢哋會同一時間會放走嘅。咁呢個就係趁球員仲有個最大化嘅表現咧，你好放走佢啦。班蘭莊信咧當日3500萬英鎊轉頭去水晶宮，3500萬英鎊唔算太高，亦都唔算太低。但係你睇到呢個球員喺熱刺嚟講，因為技之所限咧，你都好難話再上一層樓噶啦。咁踢落去都只會徘徊喺正副選之間嚇，半主力之間。咁如果有其他球隊想要佢嘅話咧，你就快啲趁有價好放啦。咁啊，如果你一路攬住，即係好多球迷有呢種講法嘅。我最近睇到啲阿仙奴球迷其實都係糾結於呢個嘅狀況。咩啊？
馬天尼利賣俾呢個加拉塔沙雷4500萬歐元咁啊，會唔會太平啊？因為賣走咗咧，或者4500萬英鎊咧，當佢賣走咗，或者市場上揾唔翻。我心諗邊有叫做市場上揾唔翻嘅球員㗎？你唔係賣走馬勒當拿，你唔係賣走亨利喎，點會有市場上揾唔到嘅球員啫？而家根本上啲年輕球員個個都係咁樣學習踢波，個個都幾乎學埋同一套嘅嘢。你要揾某一種嘅類型模式球員，你用 AI 球探數據幫你揾到好多啦，點會話揾唔翻啊？而且你目前你如果要強留一個已經係冇辦法再係提升得到球隊，冇辦法再係提升得到自己嘅球員，有價你就好放啦，否則只會向下走嘅啫。有陣時轉會市場係要理性。咁啊，今日成篇呢個關於熱刺轉會上邊嘅分享咧，就嚟自於 The Athletic 嘅一篇嘅文章啦，咁樣嚇，我都覺得值得同大家講講嘅。即係其實你睇熱刺嘅操作，即係真係等於睇晒所有球會嘅操作，都可以以呢一個嘅標準去衡量，冇咁多感情可言嘅。即係當日馬天尼利講翻阿仙奴嘅。佢如果喺個最高價位，嗱你話薩卡仔係自家栽培，又已經踢得到出嚟咁成功，一個 trademark 咁啊，梗係唔好喐住啦。但係你馬天尼利嗰啲，老實講啊，其實當日價位去到7、8千萬，甚至乎吹到過億嘅時間，你嗰個位放咗咁就好啦。不過當日嘅阿仙奴個兵源又唔係咁深厚，係好難取捨嘅，係嘛？咁但係而家個價位一路跌，你仲唔放嘅話，就只會繼續一路跌。咁到頭來你就唔好話點解買人哋啲球員咁貴，自己賣出去嗰啲又咁低價值啦。好啦，咁臨喺製作今集嘅節目完結之前呢，咁啊睇到兩單有關於阿仙奴嘅轉會消息啊，咁喺呢一度呢，就順便加插埋入去。嗱，首先就係奧斯美恩啦，咁啊仍然阿仙奴咧糾結於咧同呢個加拉塔沙雷嗰方面咧推薦兩位球員俾佢哋啦，馬天尼利同埋呢個恩華利尼嘅。咁比爾達咧喺呢個加拉塔沙雷咧，據報道咧個人脈就非常之廣泛嘅。咁不過又有另外一方面嘅消息傳出咧，就話馬天尼利嗰個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唔想前往次一級嘅聯賽嗰度效力。咁啊土超係屬於二線嘅聯賽啦，咁所以佢唔想過去嘅。恩華利尼個選擇反而多啲喎，除咗你話土超啦，據報道 AC 米蘭啦呢一個嘅富咸咧，亦都係對佢有興趣嘅。咁再加上仲有較早時候嘅 RB 萊比錫等等嘅。嗱，如果我係阿仙奴嘅高層老闆咧，我一定會係就呢一啲嘅賣人事件咧，真係要問一問責先至得嚇。即係點解會搞到咁拖沓咧？而家呢一刻我哋睇得到，首先比爾達唔係無所不能嘅。你手執住呢一班球員咧，佢想 sell 都非常之困難，你又唔肯鋸低個價錢，球員又話唔想去土超效力，又或者係你到底三心兩意，你想將恩華利尼塞喺邊一度啊？你係想擁有翻一個回購條款啊？不如索性唔好諗咁多，再租借一個球季出去先好唔好？好啦，但問題係同呢個加拉塔沙雷傾嘅時候咧，咁啊傾下就話奧斯美恩咧作為呢個談話嘅對象目標之一。咁到底係阿仙奴好想要，又話阿迪達阿仙奴嘅長期目標，定係抑或加拉塔沙雷想推薦翻俾阿仙奴呢？嗱，報道就話加拉塔沙雷咧就非常之渴望能夠收翻當日收購奧斯美恩個7000萬歐元嘅轉會費嘅，最好原封不動咧用呢個價去收購佢就最好啦。嗱，呢件事我就純粹睇個時間點嘅。你話上一個球季你未收購約基列斯，你諗奧斯美恩冇問題。你而家約基列斯都嚟咗，你再如果真係收購奧斯美恩，我當你成功嘅話，咁約基列斯點算？其實你真係預咗放佢咯，咁啊是但一個咯，可能你放走夏域斯都未定啦嚇。咁即係阿迪達或者比爾達，如果覺得阿仙奴除咗左翼個位置咧，正前鋒個位置都要提升嘅話，咁你應該全力追求艾華利斯啦。奧斯美恩啊，年紀上面我覺得 OK 嘅，因為佢嚟緊都只不過28歲啫。但問題呢一個球員啱唔啱踢咧？睇一睇奧斯美恩25、26球季嗰個傷患記錄，足足有85日咁多㗎，啱啱25、26球季啊，計正嗰個傷停嘅日數，24、25球季26日少好多啦，但係23、24球季啦，21、22球季咧，2021球季啦，哇，一共個傷患嘅記錄咧有98日啊、78日嗰啲咁嘅恐怖數字嘅。如果過到嚟英超，大家有冇擔心奧斯美恩到底係唔好話踢一場唞3場咁誇張啊？可能踢2場又唞2場都未頂㗎喎。嗱，佢過去個傷患記錄，我真係對佢冇信心嘅。而你咁樣突然之間你將個目標咧擺奧斯美恩身上咧，球隊個風格上面係咪能夠吻合得到呢？你上屆要消化一個約基列斯個踢法，都搞咗咁耐，到而家我哋都認為
其實佢唔算係100%融入阿仙奴嘅，佢盡量揾緊一個方法咁解嘅啫。而家你又要配套一個奧斯美恩，球季已經開始啦，對佢有興趣嘅話，認真執着地係第一個目標嘅話，你一早就收購咗佢啦。佢又冇世界盃踢，更加好辦事啦。點解到而家先至嚟出手呢？呢個係可以肯定得到一件事情，阿仙奴今屆尤其是係收購進攻球員嗰方面咧，可以話相當之混亂嘅。雖然一個般奴金馬雷斯足夠令我滿意嚇，但係攻擊球員我寧願你唔好喐。我而家咁樣睇落去真係寧願你唔好喐啦，寧願你搏夏域斯冇乜點傷，美連奴冇乜點傷，配合一個都好少傷患嘅約基列斯，大家磨合好嗰個默契仲好啲添。嗱，各位唔好誤會，唔係話我好討厭奧斯美恩啊，呢個球員嗰個衝擊力係有一定嘅。今時今日喺呢個歐洲球壇上邊咧，佢係一個算係一個強力嘅中鋒嚟嘅。但係如果你個目標真係奧斯美恩嘅，你甚至乎你世界盃之前就已經要做嘢啦，有乜理由等到而家？咁你 OK， 你本身係向住維尼素斯個方向去嘅，係一個驚喜嚟嘅。咁但係除咗佢之外，你知道其他嘅左翼，你覺得個價值會比較虛高咗，或者有啲位有啲人你係喐唔到嘅，例如基化士基利亞咁樣，咁你已經係冇其他嘅選擇啦。嗱，點解咁三心兩意嘅呢？阿仙奴今年嗰個嘅轉會窗嗰度呢，喺攻擊球員嘅選擇，摩根羅渣士以為坐定粒六啦。點知你就過於淡定，俾車路士截咗你糊啦。咁維尼素斯係一個冒險嘅嘗試，冇辦法，但係嘗試到，其實呢個係一個值得嘉許嘅事情嚟嘅。咁但係原來你維尼素斯之後呢，一個咁高風險成功率咁低嘅一個嘅收購行動啊，咁你冇一個其他嘅選擇計劃喺度嘅喎，而家啊，如果你個球探網絡係夠廣夠深嘅話，你咪睇下可唔可以物色多個年青具有潛質，可能名氣唔大嘅翼鋒球員咯。南美洲有冇得揾呢？嗱，啱啱我睇完呢個科目對住阿仙奴作客酋長球場，法比加斯調教嗰個洛迪古斯，我覺得幾好㗎。佢過去喺貝迪斯，其實喺貝迪斯嘅歐協盃決賽對住車路士，佢有份上陣都仍然好新亂。但係你睇翻佢嗰日後備落場對住阿仙奴，段段衝段段都去到嘅。咁啊，你可以向呢一個方向嘅球員諗，我唔係話一定要諗佢啊，揾一啲潛力股翻嚟啦。甚至乎你擔心左翼唔夠力量嘅，咁我哋睇翻22到23球季，唔係純粹一個馬天尼利踢得好咁簡單噶嘛。你係要加埋耶穌仔，再加埋格列沙加嘅配合，嗰個進攻鐵三角變咗，你就用一個組織去代替一個球員，咁你咪嘗試俾索利斯去踢正選咯。另外一個就係收購翻嚟嘅具有潛力嘅球員，咁樣去摸索。分分鐘你投資嘅成本會比較細啲，但係你個回報有一定。嗱，至於咧臨尾再揭示多單咧，就係昆沙喎，乾沙同昆沙，大家想要邊個沙咧？真係咁啊！昆沙咁啊，上屆利物浦過檔去到呢個利華古遜嘅，喺坦哈格執教頭嗰兩場咧個表現就唔係好穩定嘅，但係之後喺德甲啦陸續企穩陣腳，理論上以佢嘅身體嘅質素應該係企得穩陣腳嘅。其實高普臨走嗰屆啦，佢喺利物浦嘅演出啦，我覺得都相當之突出嘅已經係啊，但係跟住史諾特用佢就唔係太過好嘅，尤其是大家記得利物浦嘅第一場嘅賽事咧，記得喺上半場用佢，下半場收翻佢嘅，當時史諾特啊就係咁樣啦。好，咁啊擺翻到落嚟，而家咁啊成功喺利華古遜企穩陣腳，又入選翻英格蘭國家隊，最緊要同時佢阿迪達想要嗰隻中堅加右閘位置，但係佢今年23歲，嗱買呢個就啱啦。當然呢個啱係我哋係從阿仙奴嗰方面去出發啦，因為佢後生啲啦，仲係23歲嘅年紀啦，亦都係有一個多功能性嘅用途喺度啦。但係你要諗下佢個轉會費，佢而家同利華古遜仲有成4年嘅合約，都肯定唔會平啦。利華賣人從來唔會平，再加上利物浦係擁有個回購條款嘅喎，咁呢方面我相信啦，阿迪達同埋比爾達啦，要再嘗試多一番努力。嗱，咁你話昆沙過到嚟都未必一定有正選踢，我又唔係咁睇喎，因為佢嘅直接競爭對手如果過到嚟咧，就係莫斯基拉、沙列巴，真係休養唔知要唞幾耐係嘛，咁佢變咗如果直接同莫斯基拉競爭嘅話咧，咁啊有一定嘅能力嘅，咁大家都年青人啫。咁你話中堅個份量會唔會削弱咗呢？咁你睇下昆沙有幾大進步咯，莫斯基拉都可以有進步嘅啫，就期望呢一樣嘢係可以發生。而我自己睇昆沙個腳法啦，以及係喺接應一啲死球嘅時候咧，接應頭槌攻門咧，嗰個嘅能力似乎係比干沙嗰種比較樸實嘅風格咧，係更加嚟得要突出嘅。上屆昆沙喺德甲有4個入波，有3個波咧，
都係嚟自角球或者係死球嘅組織攻勢頭槌入波嘅。不過再兜翻轉頭，你要買昆沙，分分鐘嗰個價值比干沙嘅6000萬英鎊可能仲要高啲都未定㗎，到頭來啊，我估計會係咁啊。咁但係你買到個後生啲嘅翻嚟嗱，所以咁混亂咧，真係已經同一啲嘅阿仙奴球迷都交流過啦，大家都話不如就咁先嚇，個陣容就咁先，寧願以不變應萬變，仲好俾多啲機會一啲新仔帶佢哋上嚟踢，只要啲新仔有進步，其實成支球隊都喺度增值當中啦。OK， 今集嘅轉會大神節目就嚟到呢一度。